局長呢，我就曾經公開講過好多次，今日我要再讚下呢個迪士尼管理層同埋成個團隊嘅努力。佢今年賺8.4億，係開源以嚟嘅新高，但係比過去14年只有3年賺錢。2012、13、14加埋先得個6.8，佢今年1年可以破晒佢哋3年加埋。咁我係寫個服字嘅。睇細數呢，佢總收入比去年呢只係多咗50%，但係 EBITDA 呢就多咗150%，9億去到23億。咁即係其實呢，佢好多開支係固定嘅。佢所以係一個好即係 high margin high fixed cost 嘅 business。我理解呢，入場客嘅來源呢，呢個最緊要啦。本地客因為港人北上消費呢，竟然下跌咗30%，但係內地客又上升咗90%，海外客仲勁，上升咗140%。呢樣嘢對本地嘅零售業界係好有啟發性。點解全港零售業額連跌12個月？去年12月實施咗深圳1600萬人一簽多行，啱啱個2月仲係跌咗14%，佢又冇喎。咁過去20年，你都知我哋啲零售業食老本啦，係咪？根本就冇新意嘅。咁佢可以咁做呢，就係其實同嗰個魔雪奇緣都好有關係啦。我所聽講呢，魔雪奇緣全世界第一個喺呢度，係阿莫總自己發明嘅。好似當時仲有其他區嗰啲呢，好似有啲反對聲音，因為佢搶咗風頭。咁所以呢，其實一定要係持續，唔使政府投資。佢內部資源，佢而家仲有地㗎，第一期仲有地㗎，去發展多啲嘅新嘅主題。佢正話講 Marvel 同埋 Pixar 呢，其實都係體驗嘅啫，嗰啲唔係大嘢嚟嘅。大嘢呢，就一定要有機動嘅遊戲。機動嘅遊戲呢，你 Inside Out 反轉女朋友，你諗反轉老朋友，你揸住架車行下又 anxiety， 行下又 sadness， 行下又 joy， 都唔知幾多人玩。咁我想問下，你會唔會考慮一啲真係有規模，好似魔雪奇緣咁嘅嘢，又再係全世界第一個 Disney 去做嘅？好啦，最後呢，揼你心口啦，20週年紀念日就係9月12號星期五。咁2日後星期日9月14號，你可唔可以考慮下？你平時禮拜日我諗大2萬零個人入啦，你攞1半嘅額出嚟啦，譬如15000個啊，俾全香港淨係香港永久性居民抽籤就免費入場。另外嗰堆呢，你正常收錢，但係嗰日嘅額呢就限咗係咁多，因為唔想逼爆嘛。你可唔可以考慮下？主席，多謝阿田議員一啲在商言商嘅建議嚇。我諗我或者咁樣講一講先。首先呢，迪士尼嗰個即係成功呢，我諗有好多方面啦。當然魔雪奇緣過去1年以嚟嗰個吸引力，同埋佢對即係有一個新鮮嘅產品，對於喺剛剛復甦嘅時候，大家好耐冇嚟過迪士尼樂園呢，係個吸引力非常之大嘅。咁呢個係第一，點解會令到個業績呢？我哋相信係可以創到高峰，其中一個都係好關鍵嘅因素。咁而至於頭先阿田議員提到個零售業呢，其實據我掌握下，我冇好即係確切嘅數字喺我手。我掌握嘅呢就係我哋而家話我哋今年嘅2月嘅一個雙位數字嘅跌幅呢，其實係同去年嘅2月去比較。咁首先去年嘅2月呢係農曆新年啦，今年嘅2月呢已經唔再係2個月加埋都係跌。咁但係呢另一樣嘢呢就係大家唔好忘記2024年嘅年頭呢，我哋當時大家見到一個報復式出遊嘅一個嘅出遊嘅情況。今年呢嗰個情況有些少唔同啦，同埋因為嗰個長假期嘅結構唔同，可能更加多人呢係去咗一個即係長嘅路線去出門咁樣。咁呢個喺香港同埋喺內地呢都有呢個咁嘅狀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仔細睇一個數字呢，今年2月嗰個零售呢，其實係比我哋今年1月
而我哋今年1月係有農曆年嘅，我哋都係有一個輕微嘅升幅嘅。今年2月比對今年1月嗰個零售咧，其實有一個輕微嘅升幅，我掌握可能係1%啊1點幾左右。咁所以咧，我哋睇數字嘅時候咧，都好小心咁去睇咧，有啲咩嘅啟示。頭先講到Marvel 嗰度咧，就想同田議員解釋一下，Marvel 咧係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新園區，裏邊一定有刺激機動遊戲。而事實上咧，呢一個園區唔止一個刺激機動遊戲添，仲會有其他嘅配套嘅遊樂設施。佢係好似Frozen 咁樣，魔雪奇緣咁樣，係一個園區嚟嘅。而當年嘅魔雪奇緣咧，亦都係我哋去考察咗喺美國佛羅里達州嘅魔雪奇緣嘅嗰一個園區之後呢，我哋就發覺我哋喺香港呢必須要做一個更大更好。咁現在呢，亦都感謝即係香港迪士尼嘅同仁嘅努力，我哋真係做到一個更大更好、更加有吸引力。咁所以喺即係今次我哋呢一個漫威 Marvel 嘅園區裏面呢，我亦都可以向大家保證，我哋呢係希望會做一個大嘅、好嘅、具吸引力嘅園區。咁至於我哋去到今年嘅慶祝嘅時候，迪士尼樂園20週年生日嘅時候，我哋有啲乜嘢嘅回饋俾香港市民呢？就我諗容許我哋呢有多一啲嘅時間去考慮。田議員剛才嘅你呢個嘅建議呢，我哋係聽到嘅，我哋去考慮一下。多謝主席。多謝局長。